各位朋友，你哋好。今集講解俾大家聽呢個華人班彩石文化嘅核心理念啦。咁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去設計一啲班彩石首飾咧，係用呢個太極八卦嘅班彩，咁跟住加埋咧，我認識一位書法家嘅書法嘅字落去嘅。咁咧，呢個太極班彩，我有學生話俾我聽，因為好多學生咧，佢自己而家開店啦，甚至咧就係有啲學生已經幫人哋開啓班彩石啦。咁佢哋話老師啊，我幫你弘揚一下呢個華人班彩石文化入邊嘅太極八卦嘅班彩石啦，咁樣。咁我就有啲貨咧就批入俾啲學生啦。咁所以而家市面上，如果大家見到有啲太極型啊、八卦型啊嘅班彩石咧，大多數係我啲學生嘅，因為我推廣嘅華人班彩石文化嘅核心理念咧，就將我哋優良嘅中國道家嘅同埋儒家嘅文化咧推廣翻出去，咁大家全世界華人咧都可以得益。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只係一個表象，一個外殼。咁但係其實裏邊咧係仲有一個核心嘅思想理念嘅，即係譬如我呢個蛋面嘅班彩石，我都可以將我哋嘅中國文化、華人班彩石文化套入去入邊。所以唔係淨係個外殼，我哋係有入邊嘅血肉嘅，有入邊嘅靈魂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外邊見到有啲好似我嗰啲嘅太極啊、八卦嘅班彩石咧，亦都不足為奇，有好多都係我學生。但係最重要咧，我係教學呢個嘅班彩石能量學啦，嚟緊班彩石能量嘅呢個中國文化啦，仲有班彩石嘅寶石學啦。咁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班彩皇城華人班彩石文化同埋咧班彩靈氣能量中心去聽講座、參加活動，同埋可以報名課程喎。逐一去了解呢個真正班彩石裏邊核心嘅能量，令到你嘅生活，令到你嘅生命可以得到更多姿多彩，好似呢個班彩石咁樣彩色嘅咁樣，就唔係淨係咧一個外殼喎。人咧你都需要有內涵嘅，需要有思想嘅，同呢個班彩石一樣，唔係淨係得個外殼，裏邊係擁有能量、擁有一個文化、擁有一個思想嘅。咁希望咧就喺度祝福大家咧，好似呢啲牡丹花咁樣花開富貴，生命充滿色彩啦〜